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7日，罗马书5章1节安尼讲，所以咱已经对神称做义，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好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对神来称做义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看得一切上赞的上帝。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本有公义甲威严，较甘愿伸出慈爱的手，互阮这原本不配的人，通有机会甲你和好。主啊，因你赦罪痛，愿通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通因信来称做义，互阮无阁受罪的捆绑，互阮无活伫惊吓甲定罪的中间。主啊，你救赎的阮，互阮通甲你阁好，你的疼也互阮通甲家己甲别人阁好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对神来称义，就通过主耶稣基督有甲你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